怪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怎么？这没有网址哦。不是网址，要用搜寻的了。打个井字号来搜寻了，用搜寻的，透过频道呢，社群贴文，然后发布以后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点按十方法界基金会这个超连结，点按这个超连结。十方法界基金会有没有看到影片呢？那个频道名称就是十方法界基金会嘛。那用那个，那按最下面那个圆圈圈那个 Home 键，用智慧搜寻，用 Google 智力，用语音助理来搜寻。十方法界基金会，用 Google 语音助理来搜寻。财团法人高雄市十方法界慈善事业基金会的搜寻结果如下：高雄市新兴路嘛，十方法界慈善事业基金会，十方法界基金会有频道呢，还有网络，有电视台，还有网络电视台、网络频道呢。网站按下去，十方法界基金会有没有？在办奖学金呢，还有课程表哎。连脸书也有，十方法界卫视台也有。主播叫赖依荣小姐，已经主播大概主播了几年了啊？90年代就已经在主播了，当主播了。